今次一個體育產業嘅持份者身份嚟到呢一度，我其實係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國家十分之重視體育產業嘅發展。今個開幕式我自己覺得已經係十分之宏偉、十分之巨大。咁但係最開心嘅呢，當然啦，我係一位輪滑嘅教練啦，我可以見到我哋輪滑嘅運動員可以參與呢一次嘅暖場嘅表演。原來輪滑呢喺而家我哋中國嘅土地上面嘅社會地位係逐漸提升。我相信今次咁成功嘅一個全運會呢，已經唔係講緊國家咁簡單，我覺得係一個全球嘅大型賽事都可以喺度做。我哋甚至會覺得，我相信啦，我有生之年，我應該會見到大灣區有機會做到奧運咯。由粵港澳三地共同協辦嘅15運會開幕式喺廣州舉行，可以容納8萬人嘅廣東奧體中心近乎滿座，唔少香港觀眾受邀嚟到現場一飽眼福。呢個同心圓形狀嘅水舞台，唔單止呈現灣區現代科技同傳統文化嘅碰撞，更係展現粵港澳三地攜手刷新嘅體育新高度。我今日好榮幸可以出席個開幕禮啦。今日較早前咧喺香港都有機會做呢個火炬手第15棒，今日嚟到都覺得好開心，即係睇到國家嗰個嘅實力，即係特別喺頭先嗰啲表演啊，就成個安排啊，見到好多好精彩嘅嘢咯。咁所以好 emotional 啦，仲有好 satisfying。加上咧，頭先有好多香港嘅明星喺度表演啦，加上仲有啲文化係廣州入邊嗰啲嘢都睇到，所以係非常好高水準嘅表演咯。